食飽先減到肥係真㗎。好多人減肥都忽略咗一個重點，90%嘅人減肥都會係控制食量，即係食少啲嘢。咁份量少咗嘅時候，食物嘅組合同質素就會變得非常重要啦。即係你而家食得少，仲要淨係食垃圾食物，梗係唔得啦。而且任何方法一開始一定 work 㗎，重點係點先可以唔反彈。咁呢度我哋先了解下平時食嘅嘢，大致分為碳水化合物同蛋白質，再加埋油脂啊同纖維咁，佢哋嘅比例同組合就係影響咗點解你減唔到同減完會反彈啊。或者等我同你講個概念先。一開始減肥，因為身體會先提取最容易攞到嘅脂肪嚟用，所以頭1-2個禮拜你係會瘦得好快嘅。但係呢個時候，如果你繼續唔食嘢，能量低過晒身體所需，因為脂肪轉化成能量嘅速度相對肌肉緩慢，你身體喺緊要關頭為咗維持血糖穩定，就會唔理3721分解晒啲肌肉。雖然咁樣係會再減到啲磅數，但當肌肉流失，你嘅身體代謝率就會下降，好快就會入所謂嘅平台期。冇咗啲肌肉，你嘅代謝率就會再低，消脂嘅能力再減少，因為肌肉消耗能量會比脂肪多3倍，而且長期熱量不足，令身體壓力飆升，就會分泌大量皮質醇，咁就會再加劇分解肌肉，仲要抑制蛋白質合成，令到肌肉更加難增加。所以重點係你要每日食得夠，先有能量俾身體消脂，同時 keep 住啲肌肉。你喺減肥節食嘅時候，尤其喺減少碳水化合物嘅吸收，即係粥粉麵飯同甜品廢水嗰啲呢，你身體會出現好似戒毒咁嘅反應，就算身體唔需要，都會好想食。而坊間大部分嘅減肥筆，佢嘅最主要功能就係喺呢個時候幫你減走個毒癮啦，佢會令到你嘅食慾減少，等你就算節食都唔會咁辛苦。而喺呢個重要關頭，你點食就影響咗你整個減肥結果㗎啦。如果想知點食先可以增肌減脂同邊隻減肥筆我最推薦，就留言月包或者經入條 link 等我 send 俾你啦。